这一般该叫做宋氏烟弹的麻醉药品伊托米兹，这几档伫咱国内来用甲真严重，嘛发生几啊件食倒塞车弄死人的事件。立法院今仔早起嘛请卫生福利部、佮有法务部来报告。在野党的立委就批评讲，电子烟已经真做是食倒的工具咯，要求政府爱跨部门来加强处理。最近发生真一件食到了后塞车甲电子烟有关系，有立委就指出，电子烟已经真做毒品的载具，俗称上市烟弹的新型毒品伊托米兹，被不少油头混入的电子烟弹内底，吸青少年来吃，那使着会出现精神混乱这情形，伤害青少年身心健康。不过政府反应说是慢一步，要将伊托米兹列为管制药品，竟然要拖2个月。开放来租预告7天，为什么上市烟弹管制要拖2个月才公告？委员的期待以及说社会的期待，所以我们已经把它从2个月变成14天。另外，由立委批评去年3月烟害防治新法上路，全面禁止电子烟、严禁加热烟。不过政府对新型烟品查缉不力，比如今年1999月，总共加查13.2万多件，不过敢若犯539件，在法律无够执行，而且非法网站卖电子烟无人管，要求应该跨部会加强处理，共同打击犯罪。你们现在是分开的，对不对？有涉及到毒品的才有法务部，如果纯粹电子烟的都是卫福部，这样子的分工是对的吗？电子烟它是一个载体，所以那个烟弹如果是毒品的话，就会涉及到毒品烟防治条例的刑责啊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它其实是行政裁罚。在野党提会要求卫福部甲法务部1个月内要提出新型毒品的检查甲防治检讨报告。法务部也强调，最近会收集各界意见，赶紧开毒品审议委员会，研究慎重伊托米兹为即卖3级毒品提悬到2级毒品来加强管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